为了解决国内欠鸡卵的问题，农业会则陆续引进进口的鸡卵，不过呢有真侪通路伫卖。为了这个讲啊，泰国进口的卵每盒10粒都要68块，等于是呢加算这个运输的费用，一粒的成本贵3块外。对了这个代志，农业会公开这个成本，因为到台湾了，经过真侪听数，10粒的成本差不多是5块2到6块6，这个定价真合理。另外，工研院为了提供民众更加一选择嘛顺利呢。开发出这个实物的这个卵包，不过估计在半年后才会当量产。逐工照三顿来到超市，家店也是买无卵，国内卵欠缺继续拖。即马农业会引来真侪进口卵，伫咧真侪通路卖刷起入位即期，泰国进口卵大盒10粒卖68块，等于大粒鸡卵6块8，含产地介绍加上运费比，成本嘛贵真多。零买都可以买到3块多，那我们大量的进口，其实它的价格一定会比这个还要更低。不过农业会解说，泰国当地鸡卵行情介绍分无细过含细过鸡卵，大粒超3块到5块，出口鸡卵的规格含级数嘛含国内卵无共款。即马泰国进口的鸡卵超大粒4块到5块1，佮经过关税去细选场细卵包装含物流出货，成本伫咧大粒5块2到6块6，一盒卖68块，定价是真合理。如果若是佮嫌贵，民众未来佮有新选择。大喙该加落去，这好食的汉堡用料真澎湃，无讲你可能看袂出来。这汉堡内底卵是工研院成功开发出来是不卵包，超好吃的，根本跟真的蛋没有两样啦。以前吃麦当劳的感觉。为着会食起来 Q 弟弟，卵清是用自主研发的专利细菌，大型藻类卵清含大豆卵白等材料，卵仁的部分是爱食起来绵，主要是用大型藻类的纤维，真正含金龟，那食起来美味死。可当补充人体必需的氨基酸，含有 Omega 3油脂酸。它还可以去供应给一些身体需要这方面的一些，需要蛋类的蛋白质或者是人体必需氨基酸的这方面的一些人，而不是只是供应给大量的这些鸡蛋的一个需求。新闻的出现，凡事当改善欠卵的情形，因为最近有人载一车鸡卵，伫咧北市内湖科学园区卖，伊是伫咧卖要9期的鸡卵，互人看甲戆去。会当讲是即马欠卵的需求，大家步数是出袂进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